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桃园平镇位于桃园市的中心，自古便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因此开发得很早。有人说平镇是个客家武庄，早期几乎人人都会打刘铭拳。又有人告诉我，台湾客家人重要的信仰义民爷，就是从平镇开始发展的。现在还有人天天单饭去祭拜义民爷。还有平镇目前还仅存桃园唯一会制作客家诗的师傅。到底平镇是什么样的客家庄？今天我们就去平镇逛逛。还没出发之前，朋友就跟我说，来平镇一定要去找刘师傅，因为他是桃园唯一仅存会做客家诗的师傅，他做的诗活灵活现。今天我就要来跟他学做客家诗。第一个我们就是说，先把泥巴放在箱子，肉出来，箱子把它拿开来之后，一个四四方方，我们再刀子把刻模型，模型刻好之后呢，我们再用纸跟这个纱布去，以前是用纸去糊啦，现在我们就改为用纱布哈，以前用浆糊嘛。哦，对，用浆糊啊或米啊，以前。古时候哈是用米去打那个弄的糊啊，还有浆糊去磨，那个用纸去有没有？因为它久了以后哈会蛀啊，会蛀掉啊，那是会蛀掉。对，客家诗舞狮跟广东诗不一样，因为客家诗是用2个手背的力量，那你用纸糊的太厚的话，太重的话，你一张小朋友。一般表演，你要表演了3-5分钟，他都受不了了啊，手会酸，太重了。所以我们现在制作就用纱布啊，来用这个白胶配水来这样浮的时候，以后做出来之后又轻，又有韧性，又比较不会裂，也不会被那蛀。前面我们这个模型已经做好了。好，我们第一步报纸剪好了，我们先这个放上去，报纸是第一层，有没有？好，放上去。先用白胶就浮上去，浮上去，浮上去，我们再就开始就粘这个纱布，每一层都是纱布这样，这样粘进去。早年的客家诗都是就地取材，用泥巴做成。近年来，为了实际的需求，已渐渐改变成纸，或是如刘师傅一样，用纱布作为狮头主体。那通常这第一个步骤啊。就是这个要等它干，那通常要等几天？我们是有太阳的话，晒也要3-4天哦，也要3-4天。那晒完之后，就要退模，就把它拿出来。对，拿出来在木头地钉那个框。就是那个客家会有那个嘴巴开口的。对。那这个大概要贴几层，那个厚度才会够？差不多要5层。哇，其实有点觉得无法想象，是纱布其实是非常软的。对。可是它其实到最后，我们每次玩的那个丝啊，是非常的坚固的。对，因为它有韧性啊。一层又一层，不厌其烦的刷上白胶，粘上纱布。刘师傅细致的手工，就像是对于这个100年传统的客家诗一种割舍不掉的感情。那制作这个客家诗跟一般的诗在制作上有不一样吗？一般广东诗都是用竹子去，还有藤条去编，用去绳子去绑的哈。我们这个客家诗是用这个纱布啊，用模子去一层一层的这样做出来的。因为以前我们是比较注重于广东诗，后来感觉到说我们客家的文化不要因时代的潮流被失传掉我们就是又重新来开发这个以前小时候所学的，又再来制作来开发客家诗这样。以前人家讲再丑也是我的父母心对不对虽然客家诗是没有广东诗那么鲜艳那么可爱不过它也有它的一个含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再丑也是自己的父母。虽然是刘师傅的玩笑话，可是我在他的谈话中却感受到他对于客家诗文化深深引以为荣。
客家诗嘛，人家讲叫三不像，人鼻不像人鼻，猪鼻又不像猪鼻，诗又不像诗，这样说三不像。对，所以现在客家诗是三不像的东西。哇，其实制作这狮头看起来蛮简单，但其实需要耐心的，就是很认真的做每一个细节，才能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对呀，所以说推广这些东西都要花很多精神的去做，尤其做这狮头就是考验你的耐性啊。现在最难做的就在这个地方了。哇，这边真的蛮不简单的，因为它卡对，眼睛这里纱布再来。这个地方很内层呢。对，这地方最不好弄的就是这个地方。会有这个客家诗的故事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以前人家务农嘛，务农到的时候秋收的时候啊，有一个庆丰收啊，庆丰收的时候就会请那个武师啊，就打功夫的武术的师傅啊，有没有？到各村庄去授徒啊。授徒啊，那个古时候是没有什么康乐活动的那个节目嘛，那个师傅为了留住那个学生啊，就是用打功夫的那个步伐，再配合那个师傅就去田里面弄那泥巴，来做这个模子，做这个狮子，用小鼓、小锣、小拔，有没有就用客家花布做狮背。做一个宜兴节目啦。原来当初是为了要留住学生，所以做这个客家诗。因为他学生练功夫练久了很烦闷嘛，很烦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师傅为了要给学生有一个宜兴节目就用那泥巴来塑模来刻模，所以说给每一个师傅跟人家感觉不一样听师傅这么说，才明白，原来当初是为了要留住徒弟才兴起的客家诗，没想到如今却成了最能代表客家文化的技艺之一。我记得是要让它干，是要3、4天嘛？刚刚这个要3、4天到1个礼拜让它干了以后要退出来。那退出来之后就下一个。退出来的时候还要钉这个木头。把木头钉上去。对。那钉好之后呢？它这个后面有一个棍子，这里是拿着狮头，这个嘴巴是。这是客家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有这个开口。对，它有开口，而且客家诗舞出去就有声音。它是锵有这个声音，木头才会有声音啊。那为什么这个客家诗一定要有这个开口？因为他以前做的时候，客家诗就是开口的时候，就是说天圆地方的意思。天圆，天是圆的，地方。天圆地方。还有他这个狮头变成就是这样，有没有客家诗的客字有没有？下面一个口。刚好一个是客字对。天圆地方跟客字，所以那个客家诗的口是开的。对，做开口诗，很深的含义。因为它是开口诗，以前可以去咬钱，地下人家放钱给你咬钱，可以咬红包。所以把这个木头做好之后，是不是就要做彩绘了？对，就这彩绘，嘴巴钉好了是下巴全部做好的时候，就要彩绘了。经过一个早上的努力，终于跟刘师傅一起完成了客家诗。再晒个1周，干了之后就可以涂上色彩。但是心急的我等不到下周再来，所以就请小刘师傅教我如何彩绘客家诗。通常制作这个哈嘎丝最后一个步骤是彩绘，所以这个彩绘是要画多久？大约画1个多小时。1个多小时。对，然后还会再做修边，还会再做第2次的勾勒，可能就是红色会在旁边再勾一些颜色线条，去增加它的鲜艳度跟美感。会有一个粗画，然后再去补它的那个细节的地方。对。那我现在看到这个是画火焰吗？对，这个是太阳。太阳。火焰。那我可以现场试看看画吗？可以啊，我鼻子这边给你画一个火焰，这边也可以画一个太阳。那如果要画的话，是要怎么样的补这个？我会直接大概画上去，除非有一些小瑕疵，我才会再去把它做修。好，现在要开始画了。这个真的是全靠那个感觉。
刘大哥画很久了吗？才刚开始帮我爸画没多久，所以我也还在学习之中。不会，我觉得你画的很好哎。对啊，还有待加强。其实这个火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山？对，然后我是偷吃布，我是再把它补满。花了2个小时，石头画好了。虽然我的笔触拙劣，但是完成了自己的狮头，心中有无限的满足。客家拳是打那个寸劲的，速度要很快。你看你的手掌这里，你看。老师打练那个柔中带刚的一个内劲，柔中带刚。哇，对对，哇。除了制作狮头外，刘师傅刚才在言谈中不小心聊到，他还收藏了许多客家狮相关的宝贝，平常可是不轻易给人家看的哦。哇，老师，你收藏好多宝贝哦。对啊，这个都是我们的东西。哇，可是老师，我刚刚有看到啊，就是我有看到好多的广东狮跟客家狮。所以广东狮跟客家狮它的造型好多地方都是不一样的，是为什么？一般来讲，我们的广东狮它是比较花俏哦，比较鲜艳，还有服装，山羊毛那边是比较漂亮。我们客家狮呢是说我们是比较传统就是有这历史来讲，就狮头就没有广东狮那么华丽，那么漂亮。我们客家狮是武馆狮。武馆狮哦，是不是我现在后面看到这个？这个就是武馆狮。对。通常这个武馆狮啊，是要怎么样的就是操作？因为这个武馆狮是就是说一般人家开武馆，开始授徒教学生，他这狮子里面一只手拿上面，一只手是拿着下巴，那巴，他这样动出去，对不对？这个这样要一直开合嘛？它这个客家狮是有声音，广东狮跟祥狮是没有。它的动作就是说，像1、2、3，也有这个这个1、2、3，也有这个要有一个夹的，要有一个夹的动作，对，有美感有力与美客家狮是有真实功夫的，配合那个打拳的步伐。拿起狮头来舞起来，就叫做舞狮这样。哇，原来它是有功夫在里面的狮子。对。哇，那可不可以请那个刘老师教我一下这个功夫的那个里面是有什么？我们的狮子在我们客家狮里面就有狮子放在地下它是这样。好，左请狮躬，左请狮躬，说，右请师傅，师傅，前请众师兄弟，众师兄弟，对，好，这个就是说跟大家讲说，各师兄弟我要表演了，请多多指教，跟大家多多指教。好，有钱好，收回来。好，我们左右请师，左右请师这有猴子大头佛我们跟他请礼，请好，我们请师。顺便师辈拿准备了，我就开始拿起来，来好，那我们跑了。老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好，刚才我们绕一圈的意思是说，请大家观众要离开一点，我们要表演，好，展威一下展威。好，现在我们已经过来这边了这左右看。走7星，这就是2星了，1、2星了，3、4、5、6、7。客家人的7星步是北斗7星，它前面是丁字步。好，现在来练习狮头，首先要先蹲好马步，然后7星步，2、3、4、5、6、7。
哇，刘老师，我能懂你意思了。哇，这个有功夫的客家师在里面啊，会练到功夫，而且尤其是我的右手啊，要特别的出力。所以说这个你就现在感受到这个舞狮啊，客家狮啊哈，里面的难度在哪里啊哈？那所以这个武功是有什么名字吗？这个武功是客家狮是是在刘铭传下面的一个客家狮啦。刘铭传是什么？刘铭传是以前那个汉朝的时候哈，就是那个刘铭斌。刘铭斌的时候，他的师傅哈就组成了哈那个壮丁那些就练的叫做刘铭拳。原来客家的刘铭拳是台湾客家人综合各家拳法之长，发展并且传承的一套独特拳法。听说刘铭拳强调3招以内就要决定胜负，我倒想见识一下刘铭拳是如何招不过3。那老师，我要开始哦。好，右边，嘿，哇，哟，哦，哦，哦，嘿，嘿，嘿，哦，哦，激战了一会儿。我发现啊，客家狮啊最特别的地方呢，它不是单纯娱乐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武功的学问在里面，而且它很多的步伐啊，很多的不管是刚刚老师有提到的所有的步骤啊，都跟这个刘铭拳是有很大的关系。刘师傅说，要打好刘铭拳，就要先练基本功。好，就让我来练练刘铭拳的基本功。原来客家狮跟武术结合是这个样子，那可不可以请师傅教我一下这个刘铭拳是要怎么打？基本功的时候，就是说第一个要练腕力跟爪力。好，那以前我们师傅传授的就是腕力的时候，像我们这下面啊，用这木头要这样转，你看，哇，练这手的腕力，对，练腕力。好，这样慢慢卷起来。所以第一个步骤是要练腕力啊，第二个慢慢放。慢慢放，慢慢放，手伸直，这样慢慢放。哇，好，这是练手的腕力，你要不要试一下？我试看看。好，哇，练腕力就是要抓着这个铅球，慢慢的往上。哇，真的很难转哎，我有练到，我现在全身不止我手，全身都好酸哦。慢慢的放，哦，慢慢放下来。哦，整个背力都有练到，我流汗了。接下来就是练爪力啊，一般弹子是这样练这个爪力，好，这样马步练的这样练爪力。是马步，这个一般是可以放甩，越来越多，练这5只手指的爪力。我来试看看啊，对，这是练爪力，练5只手指爪力，不要给我摔破喽。再拿高一点哦。对，还好老师对我很好，里面没有放水，所以现在我还是可以撑得起来。好，左手练好就换右手。好，那腕力跟爪力练完之后呢？客家拳是打那个寸劲的，不是对打那寸劲，哇，寸劲啊，练这寸劲。哇，老师打过去是有那个风的那个力道在耶，砰，这是寸劲。再打一次，我都感觉到那个，对，速度要很快，对吧？你看你的手掌这里，你看。老师打练那个柔中带刚的一个内劲，内劲。刚才练那个爪力，就是说像我这样，你看，哦，直接就是把它抓扣住。这手腕力够，抓住，你看手这样，你看支付，就是一压就会断掉了这样。所以这个刘铭拳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最大的特色它是柔中带刚，刚中带柔，它的都是用内劲，很柔。柔中带刚，哇！老师随便一个动作啊，那个力道都是非常的有那个厚度哎，是能感觉到老师用力的话，我会飞很远。老师看我有兴趣，他说这套拳通常会在自家院子或是庙前广场练习。既然到了平镇，何不到庙前感受一下当年客家子弟练拳的气氛？顺便，他也帮我准备了一套打拳服。老师，刘铭拳的这个特色是什么？以前哈，我们这个那个时候我们由
北方往南迁的时候啊，跑人家追杀，遇到强敌的时候，你就是说3招之内就要把对方击倒。哦，那非常有攻击性哎，因为3招之内就要把对方给打倒了。对对对，因为你3招之内你没有把对方打倒的话，有没有啊？等一下他们的那人就靠近来的时候，你就跑不了。好，所以必须你在3招最快的时间的速度之内，要让对方倒在地下去啊。像这样，比如我们这样你中拳来，这样第一，对不对？抓住对方。是。2，这个最脆弱的是不是脸部？啊，1、2、3、4、5啊！对。那师傅教我一下，就是如果你拳打来，所以我是先挡住，然后挂脸是锤。对，人的这是最脆弱。第3打挡部，打挡部，这个太阳穴，哇，这个又中拳，哇，招是命中要害。对，他是演练，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少林拳里面所有的拳法里面，把最精华的善手的绝招拿出来组合的拳法。对，那为什么客家人要练这个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客家人那个五胡乱华的时候有没有你往南迁嘛，人家追杀嘛，往南迁的时候就保命拳啊。人家追杀你就会保命啊。那所以当初这个客家人来到了台湾的时候，就开始在练这个拳。来台湾的时候就白天开垦的时候到秋收的时候，就是说要等过年的时候有没有就地方的拳师就在教识打拳打来的时候，就以后就是自卫可以保护身体又保护家庭所以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各乡镇市都有拳头师傅在教打拳头。那老师你自己本身就是一直在练这个刘铭拳，是不是也想把这个客家的文化一直传承下去？第一个我们是强身这个就是保家卫国就是说也是我们的民俗技艺现在我们客家文化要把它弘扬光大，不要让它失传了。这个祖先留下来的这个这个国宝客家人的这个宝要把它传承下去的。哇，这个刘铭拳真的非常的有故事。那我现在要请老师呢演绎一套完整的刘铭拳。我们最入门的最基本的拳就是一套这种七星拳。胡家猷率领这义勇军开始抗战的时候，那个战场就在那前面，炮弹从那虎头岗打下来，日本人这边就死了将近100多人。我们这义勇军死了，你知道吗？有30-40个人。那时候就听我的外婆讲，他的血水就从那上面的那个上坡流下来，所以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血流成河。在广场前练完了拳，我也累了。刘师傅说，来到平镇练了刘铭拳，就应该去义民庙看看。我人还没走到义民庙，就看到远远有人挑着扁担走过来。这年头还有这么稀奇的老东西。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义民爷特有的习俗，对不对？对。这叫做炮军犒赏军队嘛，犒赏军队。
所以通常挑的这个饭菜是需要准备哪一些主要的吗？还是都可以哦，都可以。借由拜拜打牙祭加菜，就煮好一点点，比平常好。这些饭菜啊，都是要祭拜义民爷的嘛。对，就是刚刚有说的靠军嘛。靠军以前哈，我们这个村庄哈有分成30个邻，那要轮流吗？轮流，就今年今天初一就轮到第1邻的人，就来靠军，聚集来这边，大家就煮好拜拜好以后就开始看，哇，你的煮的真好。其实我看到真的是都好丰盛哦，因为借由拜拜，而且大家都很1、认真。2、3、4、5，所以我这样数起来，其实是有5户人嘛。对，因为我是树屋村大树屋村，一邻每天是1个邻，不管你几户，就轮流啊，对不对？每天都要，所以这桌子都会摆满。客家人是非常重视义民爷的。你看光这个饭菜啊，就知道其实是非常尊重他，加非常的缅怀他的。我们现在要拜拜，好，先拜拜，好啊。现在是开始是要拜义民爷嘛？对，正确。好，上香，再上明香，三上明香，恭向义民爷庙内众神。今天是农历的19，我们附近的乡亲，大家来犒赏义民爷，来叩关，再拜，3拜。好，女神，谢谢。其实因为我们太尊重义民爷，所以准备的饭菜都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好，非常的美味。对啊，你看我不一样啊。对啊，所以如果我是小朋友啊，我觉得我也会期待说，今天到底是靠军的时候是什么菜啊？这样。刚刚听完大姐分享啊，我感受到他们对于义民爷啊是非常的尊敬。那我觉得，因为信仰啊，凝聚了大家的这个生活，我觉得是非常动人的。在平镇真的感受到当地居民发自内心对于义民爷的恭敬。既然到了跟义民爷关系深厚的平镇，来请教当地人有关平镇义民爷的事迹。当初我们这边一般都称为义民，那唯有我们这个包中义民呢，就是因为有一个目的，有特定是林爽文事件的义民。义民也是可以说台湾最融合的一个祭祀，而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民国44年，当初还在戒严时期，政府就给我们农历7月20叫做义民节。哦，我知道，每年是办很盛大。对。哦，发现这些义民庙最特别的地方啊，是我之前看到的义民爷啊，都是用令牌啊，或是那个牌位，可是这边的义民爷是神像。正确的。台湾义民庙只有我们平镇包中市是最早有雕像的庙。哦，最早第一个客家人。那我们这里我们就不分族群，就写义民爷族君神位。当初征战的时候，是这个义民军，就是手是用黑色的布为祭，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以义民爷令旗为侍奉的对象，但是到后来，义民爷令旗跟神牌合为一。但是我们在这个咸丰年间，我们庙第2次建的时候，我们就有神牌、有香旗，还有义民爷雕像。我们在最上面那小尊那尊，那是最老的，那就是说有170、80年的历史的那义民爷雕像。因为义民军文武士农工商都有，所以你看看来讲话，第一个，你看那个脸胖胖的，那是不是像士绅？你看像这个像不像原住民？哦，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有汉人嘛，有原住民嘛，漳州客家人嘛。我知道义民爷对客家人这么重要啊，其实我能想象在那个年代啊，就是要鼓起勇气啊，去帮助自己保护家园啊，因为那时候在混乱中嘛，其实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害怕、跟慌乱、跟紧张的。义民爷是村庄及村民的守护神，既然神只在庙里，不如我就请之代表义民爷的黑令旗回去，一样神威显赫，保护家宅平安。现在这个旗子就是象征当时绑的这个黑布。对，是象征性的。就是他们来讲话，很多人早期我
雕不起圣像，那我就以黑令旗回去家里，一个炉插着，我早晚膜拜上香。这个来代表说，以前我的族人先民，有参加这种，他们就会奉祀。那我能不能也请这个黑令旗回家，祝我的事业顺利？可以，就是说你现在决定要，你就上个香，上个香，跟义民爷众神禀告，我什么名字，我家长是谁，我是他谁，我现在要请义民爷令旗去护家园，保护我，事业顺利，身体健康。要请黑令旗回家并不难。只要心诚意正，一炷清香，在义民爷的前面禀告自己的姓名、地址以及祈求事项，然后盖上代表义民爷的大印，再到香炉上过火，请黑令旗的任务就完成了。宋住持说，义民爷仁慈大量，从不拒绝任何人的请旗要求。终于请到这个黑令旗。其实来到义民庙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了解客家先贤啊，当初来到这里保卫家园啊，守护家园的那份英勇精神。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除了在缅怀的同时啊，这200多年来，客家人还是非常的重视纪念这个义民爷，那就代表其实是非常的饮水思源，非常的慎终追远。其实这个精神啊，从200多年到现在，我觉得是非常棒、非常美的文化。宋住持还说，其实平镇的义民爷会如此受到敬重，是因为在120年前，平镇发生过大规模的抗日事件，也就是安平镇之役。当时的指挥中心中山堂目前还在。我们这次中山堂就是从大陆过来，就是我们广东嘛，东山梅院的，这叫中山堂。这个是不是就是家族的族谱啊？是。那来到台湾的是15世，是不是？那个阿爸是第几世啊？我23世。23世，因为我知道就是有发生那个抗日的那个事件啊，那个抗日事件是在第几世的时候？在19世。在19世。我是亲自背，我自己非常喜欢族谱，就是因为它其实就是客家人最缅怀那个祖先的一个精神。然后希望就是一定要记住自己的祖先，不忘本源。在中山堂还看到汤家人一个特殊的习俗，就是在世的人与过往的先人名字都一起并列在神主牌位上。汤家后代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说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因为我上面看到好多就是名字，所以上面都是祖先嘛。以前就是有往生的才有下名字的。现在没有往生的也是名字在下在里面去了，自己拜自己就对了。真的哦？为什么会这样子？他说他都还帮过去不会找不到这样。这样不是会变成是自己拜自己？对啊，就是这样。来问到别人的时候，别人的那个没有这样做的，有的就是我们这家有这样。哇，我第一次有看过，就是自己要拜自己的这个祭祀，觉得是蛮有趣的。平镇后代子弟对于120年前先人如何组成义勇军，奋勇抵抗日本人的事迹，大多如数家珍。所以那个古战场就是在现在我站的这个地方吗？没错，这个就是以前的战场，也是胡家友的土地，也是他的地。在1895年，他们6月28号，胡家友啊率领这义勇军开始抗战的时候，那个战场啊就在那前面，炮弹从那个虎头岗那个地方叫做老虎头岗啊，打下来啊，这边呢死伤啊就依照从日本的资料，还有跟台湾的自己的资料。研究出来啊，日本人这边就死了这样100多人。我们这义勇军死了，你知道吗？就30-40个人。那时候就听我的外婆讲，她说血水就从那上面的那个上坡啊流下来，所以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血流成河。那真的很可怕。对啊，因为之前听了很多我的长辈啊，讲了很多的胡家友抗战的故事啊，但是都那是听。那我是研究资料以后，原来这边啊，这个打仗打了总共4天哈，从6月28号打到7月1号，这边总共发了子弹哇，1万多发，1万多发那很多哎，1万多发的子弹然后大炮从那个虎头岗那边打过来打了大概要20门的大炮打过来，就是打到这里。对，
跑到这边来。其实我也是听老师说，不然我以为这边也是一个菜园。No， 原来当时也是一个大战场。这是个战场啊，主战场。那当初参与这场战役大概有多少人？这边的义勇军哈，6大家族将有200多人。6大家族们因为都是客家人啦，所以都是客家人来跟日本人抗战。那当然就是打输啦，就弹尽援绝啦，4个字。所以说这个首领啊，吴家友就跑到龙潭去。那日本人要走啊，就把那个汤家那个井啊炸掉，也把那个房子啊烧掉。池老师讲到当年听他阿婆讲述先人如何抗日，虎头岗如何血流成河，眼眶中还可以看见一丝泪光，可见当时义民们的英勇，在多年以后依然深深影响着平镇客庄的子弟。羊奶头是什么？羊奶头是一种植物，对它一种植物。对，那这边有吗？这边有啊，这边。哦，这边有，这个就是羊奶头。对。可是它这个植物为什么要把它取名为羊奶头？因为它的形状，对。哦，它这形状看起来很像羊奶头。对。那羊奶头是用哪一个部分做料理？主要是用它根部。哦，是用根部哦。根部还有树干。好香哦！它的那个香味啊，是有一点点像那个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好特别哦。对，它就是它羊奶猪头的独特的味道。历史教导后辈许多事情，同时历史也让后辈传承着一些经验。听说当地客家人钟爱一道汤品，是让当时中年农忙的客家人可以舒活筋骨的好料理。你知道刘铭泉是什么？我不知道刘铭泉是什么。刘铭泉就这样那种要打的哦，那种这种。可是我刚练完之后，我就发现我是有点，就是筋骨有点酸痛。所以像我们客家菜葱，是不是有什么推荐的菜是可以吃的，让那个筋骨比较好一点？那我知道羊奶头鸡汤。哦，羊奶头鸡汤哦。对对对。羊奶头是什么？羊奶头是一种植物，对它一种植物。对它全株都可以吃。这边有啊，这边。哦，这边有，这个就是羊奶头。对。可是它是个植物，为什么要把它取名为羊奶头？因为它的形状，对对。哦，它这形状看起来很像羊奶头。对。那羊奶头是用哪一个部分做料理？主要是在用它的根部。哦，是用根部哦。根部还有树干。你可以煮这一道这个羊奶头炖鸡汤的味道给我试看看。没问题。哇，所以这个就是羊奶的素头。对，羊奶头。所以制作这道料理是羊奶的素头跟鸡肉，还有枸杞，加枸杞，这样就好了。对。啊，这样子是要炖多久？主要是素头，素头要炖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对，然后鸡肉只要穿烫过后，然后去血水放下去就可以了。一起这样。对，然后一起再焖煮10分钟就好了。哦，对。原来客家人钟爱的羊奶头鸡汤做法简单，只要先将羊奶头素熬汤，再将鸡肉放进去煮10分钟就完成了。哇，好香哦！我想要赶快来品尝这个羊奶头炖鸡汤。这道菜是跟谁学的啊？我小时候就在吃耶，像在我阿嬷他们就在吃这道菜。哦，所以是从那时候慢慢的就是传承下来。对对对。小时候这边是有种这个羊奶头吗？对，以前他们老人家都会在家里面种一些羊奶头，然后都晒干了，然后就炖鸡汤来吃。哦，所以小时候常吃这一道。对。好香哦！它的那个香味啊，是有一点点像那个形容不出来，这个味道好特别哦。对，它就是它羊奶素头的独特的味道。对啊，它那个味道啊是非常独特的，然后它是有一点点甜甜的，然后一点清香味，然后有一点大自然木头的那个味道。可是没有吃过这样的食材，就是它的那个香气是非常特别的。对，它只要越熬越香。而且这跟我之前喝到的鸡汤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喝到这么特别独特的味道，对，这就是羊奶素头的独特的味道。它就是活络精血，然后就腰酸背痛啊。然后像他们以前，我爸爸他们在做农活的时候，他们就煮这个汤，阿妈煮这个汤给他喝，然后喝了就是腰骨啊，就铁打损伤那些会比较好，因为要活血。
对，然后加上冬天喝个暖暖的汤，然后身体会比较暖和。除了羊奶头鸡汤外，文贤还介绍我客家传统点心的新吃法。我知道这个哈嘎糍粑。对，哈嘎糍粑。这个是你们自己亲手做的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糍粑最有趣的是，其实是这个做的过程。对。然后我觉得做的过程啊，不管是跟家人一起做啊，或是跟自己的亲人一起做，我觉得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快乐。对，然后还有在吃它的时候的一种乐趣。对啊，而且我记得以前在那个客家的习俗中啊，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结婚的人一定要自己亲手做这个糍粑给来的人。对，因为我们在结婚前，宾客来之前会先做这个点心，先给他们先吃。对，因为怕说等太久。对，我们就会弄这个糍粑在婚宴的门口，对，给客人在那边先吃一点东西。我最喜欢吃哈嘎糍粑的，就是那种吃进去的那个口感，就是那个板的那个口感啊，就是非常的有 Q 度，对，然后有嚼劲的。你再试试看这个我们特别的点心。这个跟一般看到的糍粑不一样对，这是我们用糖水，用黑糖水下去，然后把糍粑弄成一碗一碗。对，然后配着黑糖跟姜，对，冬天吃还不错。所以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对，泡在糖水里面，然后配上姜去熬煮的黑糖。对，吃起来的味道也不错。好，来试试看看。那个姜的味道啊，非常的浓，然后可是它的那个姜不会太辣，所以它，我觉得冬天吃真的是对我现在开始有一点暖和起来。对，温热吃，然后它也不会太甜。在平镇这个200年历史的客庄，有人守护着老传统，有人创新着老味道，也有人企图让客家文化新旧并蓄，期待更多人可以看见。景盛戏剧团林团长就是当年从父母亲手中接过快要在时代潮流中消失的客家剧团，经过10年努力，现在已成为国家重点培植的客家剧团。所有的剧种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是如果说去细分的话，其实我们的剧种是比较，就是说从三角采茶戏，然后借由别的剧种的一些锣鼓点或者身段演出的方式，然后跟客家的三角采茶合在一起，组合成所谓的客家大戏。我从小就是戏班长大的人，既然从小戏班长大的人，我们从小我就有父亲啊，都会就是说先学一些东西。可是很奇妙是父母都是剧团的，那为什么不希望你一起跟着他们一起表演，一起学习这个剧团的东西呢？从他们的全盛时期，一直到我们长大了以后，到我的小孩子的阶段，他认为这个剧团不能够继续维持，就是说一定的生活，所以他就希望说小孩子能够转业。后来发现我父母亲，我去戏班，就是说去到剧团里面去跟他们，就是说有一些叔叔伯伯啦、长辈之类的，那去他们大家去玩嘛，我会发现怎么年轻人越来越少？因为我爸妈是70多岁那一员的，他们那一员，那我去到那边，我发现怎么我这个年纪的，就是那时候我这个年纪的，在10几年前，怎么觉得好少？客家戏从以前基本的，我们叫做卖药的戏，讲客家话说抽把戏，就是说一些卖药的啦，他会想说吸引人来啦，就两三个人在那边演出啦，就像以前的说那种打铜锣的卖艺啦，各位不相信父啦，兄弟姐妹的一样道理。当时的生活，其实那客家人就是说那时候想说，用这种抽把戏的方式吸引人来，一方面做戏给人家看，一方面卖东西，那慢慢演变成就所谓的变成三角采茶，就变成采茶戏。所以我们会想说，什么叫做采茶戏？为什么采茶戏他们讲说只注重什么三角采茶，大家都讲三角采茶，其实是那边演变过来的。所有的人来看戏，不是只有年长的其实那时候是年轻小孩子，什么人都来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演的戏就要演什么？潜移默化，要让他们的看到戏以后，他们的思维里面就是
2事末尾，3事多做，希望做到这种达到这种效果。传达正能量，而且最重要的是啊，其实是跟观众是非常零距离的，所以是非常近，马上可以感受到那个台上人想表达的东西。在台湾的客家种族是第2大种族，我觉得那个时代，因为我父母亲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就很清楚，那个时代的烂盘视频根本北管呢，根本就是真正不是属于我们台湾本土或者是客家本土的东西，并不是。所以我比较坚持的是在于说，我比较不喜欢用外光、北管视频去说它是我客家的东西，我比较喜欢用我们客家的3大调、客家的小调，去演出一出戏来。听着林团长以平稳的语调叙述客家戏的未来，听着他对于客家歌谣的想法，不禁让我想起过去在东市、在龙潭听到的那些老山歌，我就请求他为我即兴唱一首老山歌。今日起早就来采风啊，歡樂啊，無比就落滿堂啊。来到这里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大哥成立社团的这个文化传承。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哥最用心的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多汤多贡哈嘎伐也是让文化传递最好的工具。平镇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强悍好武的客庄，但是深入其中却发现，在许多坚强的后面，却隐藏着更多柔软的心与无私的包容。一名爷的庇佑乡镇，刘铭权的保家卫乡，客家舞狮的强身健体，诗面花文的文化传递，客家戏婉转地说着时事的变化，这些都说明了一个100年客庄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意义。